嗨，大家好，我是探评叔，今天是2020年3月9号，这一期咱们继续胡聊胡适、胡指、胡威还有胡一静老师今天的胡适走势虽然跌了虽然盘中一个快速下跌，尾盘也收回来，但是不得不说放眼全球股市这个胡适今天表现还是不错的，很有尿性呢。A 股三大指数今日宽幅震荡，沪指盘中跌幅一度接近 2%， 就是上午那个一路下探，眼看着感觉4000点都危险了下午它又拉起来了。深圳成指创业板指数跌幅一度超过 3%， 截至收盘沪指跌 0.67%， 将近4100点，深圳成指跌 0.74%， 创业板指数跌 0.64%， 指数都拉回来了，就是跌得不够深，也就是形成了一个长长的下影线。而且三市成交额达到了 2.67 万亿，比上个交易日又多了4500亿，也就是放量下跌吧。这个指数虽然挽回了一些，但是这个下跌的股票还是很多的，也就是说对金融消费者来说还是对吧买单的一天呢。1423家上涨，3964家下跌，而且这个跌幅的中位数在 2% 左右，也就是一半的股票下跌超过了 2%， 对金融消费者来说又是买单的一天呢。毕竟对吧，人家中东那边那真是拿人命演给你看，这回不像过去几回都是放烟花，都是按剧本按套路来，这回不按套路了，对吧？上来就把人家40多个领导一把带走了，现在又选了一个新的领袖，看样子这个新的领袖现在也是朝不保夕命不久矣也就是人家是拿血拿人命演给你看。所以说全球资本市场掏点钱没毛病。为什么说这个胡适还算有尿性的呢？我看了一下这个日本和韩国股市呢简直就是股灾韩国股市一下跌了 7%， 又有熔断，日本股市跌了3000点收盘好像又回了一点但是确实比这个胡适要血腥的多。当然这跟胡适本身有关系胡适因为正在开会对吧，要创造一个祥和的这种环境所以这个主力就玩命在里面对吧，就拉指数这些大家都清楚不用说太多，因为在开会开大会，所以网上这些金融消费者又是哀嚎声一片说实话咱们这个金融消费者也是惨所以我一直劝不要玩这个。你说你对吧，你既要防这个叫制度性的漏洞，也要防这个财务造假，也要防欺诈上市，也要防什么突然是吧黑天鹅你那个股票突然被立案调查即便你这些都防过了，你还得防特朗普这不着调的，你还防内塔尼亚胡，你防得住特朗普，你防得住内塔尼亚胡，你防不住伊朗人家反抗。我看有媒体分析为什么今天这个全球资本市场再次下跌呢？就是因为伊朗顺利的选出了新的领袖，国际资本市场解读就认为这个仗恐怕还要打下去，没完没了，这个后果不可预知，所以这个资本那就先走为快。这种分析对吧，落袋为安，所以全球资本都在下跌，油价也在暴涨。所以你这么一看的话，你不炒是最好的，我不参与对吧，我就看个热闹，你爱涨不涨爱跌不跌。何况咱们这个是沙滩上建高楼美的的或者其他资本市场的股票，你要看好的话你认为它自身没问题，那么它现在只是个短暂的波动对吧，一旦这个战争结束人家又回去了，甚至还要创新高。但是咱们这个对吧，因为你本身就是沙滩建高楼，鬼知道他能不能回得去说不定人家借坡下驴。虽然这个指数从这个3000点现在涨到4000点，你从这个指数来看妥妥的是牛市但是你说有几个散户开心的，有几个散户不在骂娘，感觉一个比一个惨。如果你踩中了那个风口对吧，说不定还稍微好一点虽然波动比较大。但是如果你要买了什么上海建工什么万科，你看看对吧，这些股票像死了一样，毫无生气还有很多股票在创新低，指数在往上走，但是这些股票在创新低，你说散户要买了这样的股票也是倒了8辈子血霉这个咱就不多说了今天这个周末突然火了一个叫养龙虾的我周末看了一下新闻养龙虾，当时说的是什么呢？是腾讯说在他们楼下免费的这个帮人部署这个龙虾，但是我不知道什么意思，我说为什么神经病对吧，抱个电脑去排队但是排队说排了1000多人呢，排2小时为什么排2小时？因为当时号预约完了，如果说不采取预约这个制的话，那恐怕更多的人去排队，排的时间更长，排2小时在那儿安装一个软件但是我就觉得很奇怪这就是周末的新闻今天这个资本市场马上就有了反应，叫龙虾股
啊，跟养龙虾相关的股票，IBM 的股票一顿暴涨，也不知道那玩意有什么用啊，反正对吧？讲故事呗。什么叫养龙虾呢？3月9号早盘 Open Close 概念逆势活跃，什么优客德触及20厘米涨停，宁波建工走出2连板，汉德信息、青云科技、龙芯中科、拉卡拉等冲高。拉卡拉跟这什么 Open Close 有什么关系呢？就不知道啊，反正就是讲故事。这个 Open Close 到底是什么东西呢？实际上它是一款由奥地利程序员 Peter 11月份2025年11月份发起的一个开源项目。因为这个 Open Close 啊，它的 logo 啊是一个红色的龙虾，所以网友顺口就把它叫成龙虾。那这个到底是什么东西呢？就是我们传统的AI， 你看 AI 现在都有传统 AI 还是新的，对吧？新生代的，就是我们过去接触的那个 AI 啊，就是 ChatGPT 啊，或者什么DeepSeek 之类的啊，那都是一问一答形式的，对吧？它给你输出一个结果，你来问它，对吧？你给敲出指令，你把这个叫第一代的话，那么这个 Open Close 啊，它就变成第二代了。第二代什么意思呢？就简单来说，它可以接管你的电脑，你把它部署好在你的电脑里以后啊，你可以通过这个对话窗口，比如用微信或者钉钉这些聊天工具啊，你通过这个输入你的指令，或者你要干什么，它把你电脑接管了。到什么程度呢？就相当于你自己免费雇了一个数字人帮你干活，帮你发邮件，帮你监控这个监控那个，甚至帮你盯股票啊，帮你剪视频，它能自动登录你的这个网站，你的很多这个社交媒体，它调用你电脑里面的很多接口 API， 它自己可以浏览网页，帮你写报告，自己可以帮你回邮件，甚至它自己可以编代码，自己直接编代码帮你做报表，这个对吧？你听起来很神奇，你就相当于请了一个人帮你干活，而且它是24小时的，它也不歇息，对吧？你等待电脑这开机就行了，就这么个东西啊。它上线一共才4个月啊，据说就突破了25万到26万颗就部署成为史上增长最快的非聚合类开源项目之一。这玩意也是春节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春节这种人工智能就突然爆火对吧？我记得我以前节目讲过，这个字节跳动也是春节期间是吧，推出了一个什么自动生成那个视频的就是要抢这个导演饭碗的，抢演员饭碗，叫追梦是吧？我这个记不太清楚还有这个阿里千问是吧，也搞个什么东西出来，都是趁着春节结果这个那个追梦什么的好像还没这么火，这个养龙虾火了，也是春节期间从海外极客圈迅速传导到中国，并引发全民狂欢。大模型时代大家已经习惯问 API， 就是问 AI但是 Open Close 第一次让 AI 真正的落地执行，解放双手的幻想瞬间被点燃，就这么个事周末一发酵之后今天资本市场立马就有反应，很多挨点边的股票就涨停了，开始讲故事，说我这也养龙虾，你说怎么弄？实际上跟以往任何什么人工智能、元宇宙、什么 AR 眼镜是吧？反正我都记得不太清楚就跟这玩意一样就是人家还不知道怎么赚钱的，反正到我们这儿我们就开始赚钱了，路数都是一个路数就是制造焦虑。感觉你要是不搞个这个东西你已经落伍了，你跟不上时代，你老登，对吧？我们做过好多节目是吧？就这玩意不知道从哪儿出来的，人家那儿不知道怎么赚钱的，反正到我们这儿已经开始赚钱了。谁赚钱？骗子赚钱，对吧？开始制造焦虑，制造焦虑。如果你要不抓住这个机会，你就被淘汰了。虽然牛马韭菜已经被淘汰了，但是它让你感觉你还有可能再淘汰，就淘汰的更狠。所以大家一焦虑一焦虑就好多人就要去装这玩意，所以它滋生了一个安装市场。因为这个东西它跟那个，因为它的部署就在你的电脑上部署这个 Open Close它需要一定的技巧，对你的电脑、对你的环境性能等等的有一定的要求。也就是它不是一个你在网上下载一个 APP 一装就行了，所以它就催生了一个安装市场。在你的电脑部署一个，现场安装好像是1000块或者500，在线指导好像是200、300装一个，你看对吧？不管这个Open Close 有没有作用，也不管它是怎么赚钱的，也起到什么，总之人家安装的人赚钱了。我看网上还有人报道说有人已经赚了26万了，就帮人安装这个 Open Close。在这里我建议大家不要着急稍安勿躁，对吧？不要怕被淘汰，这玩意还是让股民先去这个学习吧，对吧？让这个金融消费者他们先学，因为他们也要知道最新的科技、最前沿的科技当然了，加上地方政府是深圳还有这个我看无锡什么的高新区立马出台这个相应的配套政策，就是落地这种就 Open Close 养龙虾，合法养龙虾12条等等这就推波助澜。所以我就想起了那个元宇宙还有什么 AR 眼镜，对吧？还有什么以前的 ChatGPT 什么 DeepSeek 那也是很火那现在呢，我倒是觉得如果你是专业人士，对吧？那你可以对吧去好好研究研究。作为普通的韭菜牛马就完
完全没必要，对吧？等到别人用完了再说吧，不要老是担心自己好像这个赶不上趟了啊。所以说养龙虾这个本质啊，实际上就是叫智能体执行力革命在中国引爆的集体狂欢，它让 AI 从聊天玩具变成能干活的员工，击中了当下每个人都想躺平但又怕落后的心理。当风口来得猛，去的可能更快。目前处于信息差红利加安全隐患并存的阶段。你养龙虾了吗？别急着养，先把电脑防火墙开好。别的龙虾没养好，你的什么银行密码，对吧？这账号的密码全没了，你的账户里的钱不知道去哪儿了，帮你买了理财，对吧？这个也反映当下啊，咱们比较焦虑。我们再看看这个胡一金老师啊，不知道胡一金老师有没有养龙虾？因为胡一金老师他是在这一块还是比较这个时髦的啊，因为他害怕别人说他是老登呐，他用这个 AI 做视频，就是剪视频、生成视频，他专门去学习了，也不是花没花钱我不知道啊。我估计胡一金老师对养龙虾这个应该不会放过啊，也会这个赶这个时髦啊。当然胡一金老师这2天这个精力主要是放在伊朗这一块啊，为伊朗的这个神权统治啊，为伊朗的教士集团在洗地。他今天啊发了个微博，对这个网上一个传言呢进行辟谣。什么传言呢？就是说大家记得吧，这个印度的不举行什么海军的一个演习吗？伊朗不是派了一个迪纳号护卫舰啊去吃席去做客啊，然后回来的路上，美以对伊朗的战争就爆发了。然后美国潜艇啊就在斯里兰卡海域附近啊，把这个迪纳号用鱼雷啊给它炸成2截。最近网上就有个说法，说这个美军啊潜艇在炸这个迪纳号之前啊进行了2次警告，让所有的这个迪纳号人的船员要全部下船逃生，然后他们再击沉这个迪纳号。这个事情说是迪纳号上面有个水手据说36岁吧，还是多少岁，总之在这紧急关头给他妈打电话，面对美国海军的警告，然后这个船上的伊朗的这个舰长拒绝这个船员呢下海，那意思就是要与这个军舰共存亡。结果有些士兵啊，他们就不管，坚决要求下海，跳到海里。这个跳到海里这些士兵就获救了，一共是32个人。而那些没跳海的，那基本上不知道大家能不能脑补那个场景啊，或者是这个美军不是放出了视频吗？从那个潜艇那个潜望镜看到的。你知道这个护卫舰啊，它那个鱼雷啊，不是说把船打个洞在船里面爆炸，不是这样子的啊。如果把船打了个洞啊，那个船是缓慢下沉，它会先倾斜的，对吧？然后左倾或者右倾，完了让前倾后倾，它沉下去还要很长时间。而且呢，船下面它还有很多什么密封舱，乱七八糟的。总之啊，不太容易啊，就这么一发鱼雷就让它马上就沉下去。那这样的话，就会有更多的人获救。而这个美国的这个鱼雷啊，叫 MK-48， 它这个鱼雷是爆炸的时候产生这个高温高压的这个空气啊，然后把这个船好像抛得很高，然后再落下来，然后这个形成一个巨大的这个落差，然后那个船啊，整个龙骨就折断了，船就被炸成2截。你说船2截了，那沉下去当然快啊，对吧？很快就沉下去了。所以网上啊就流传这么一个说法，那这个说法肯定是对美国就有利了，对吧？显得美军很讲武德分配，是吧？击沉你之前先警告2回，然后再击沉，就这么个事啊。然后胡一金老师就开始辟谣，他不信这个，因为这个显然是丑化了伊朗这个舰长，对吧？美化了美国人，这胡一金老师能坐得住吗？他立马就开始辟谣啊，他说他自己查资料发现这个应该是个假新闻。胡一金老师发的微博大家自己可以去看啊，他还非常难得啊，条理清晰逻辑严密的论证了这是个假新闻。什么先是逻辑漏洞啊，说美国国防部长郝克塞斯啊在通报会上嘲讽伊朗船员在他们认为安全的水域安静的死亡。郝克塞斯这个态度啊与人道警告不符，而且美国军方也未宣传提及此细节。然后胡一金老师又说了来源可疑，这个说这个故事的源头啊是伊朗的一个也就是伊朗神棍政权教士政权的一个反对派的媒体，也就是反伊朗政权宣传机构，那也可能就是造谣的呗。然后说这个传播还有限，只有少数英文媒体转引，而西方主流媒体比如说 CNN、BBC 和美国媒体都没有报道，就是美国的大媒体都没有报道。实际上胡一金老师啊这个质疑啊符合新闻核查的原则，强调来源透明度和交叉验证，避免单方叙事导致价值误导。我就这个事啊我来谈一谈，就是胡一金老师为什么在这个时候突然这个脑袋就灵光了呢？对吧？这个
新闻核查原则就用上了啊，然后交叉验证，哎，这个新闻的源头是哪儿，合理不合理，逻辑对不对，对吧？这个国际啊，美西方这个大媒体啊 ，CNN、BBC 有没有报道？你看看这胡锡进老师，这个叫时而清醒，时而糊涂啊！哎，传播那个林肯号被伊斯兰革命卫队，对吧？4枚导弹给击中，或者是什么？哎，无人机给击中。哎，胡锡进老师在那幸灾乐祸，他就不用这个什么，哎，看看这个新闻的源头是哪儿。哎，这个时候他不说这个什么透明度，这个时候他也不交叉验证，对吧？这个时候他也不看什么 CNN、BBC 有没有报道，有没有说林肯号被击中，哎，他就单方面相信了伊朗人的报道，这就是坏呀，这不是蠢，这是坏，对吧？对伊朗有利的报道，那他都是无条件照单全收，哎，无条件相信；对伊朗不利的报道，对美国有利的，那他就要去验证验证，对吧？这时候他的专业性就体现出来了，这是个坏种。比如说啊，2月28号，伊朗的一个女子小学，对吧？被炸弹击中吧，165名啊，6到10来岁的小女孩，哎，全部遇难。哎，胡锡进老师他也不问源头，哎，就直接说这就是美国人干的，以色列干的。那请问胡锡进老师 ，BBC 报道了吗 ？CNN 报道了吗？说是美国人干的吗？这时候你又不信 BBC， 又不信 CNN 了，对吧？无论这个美国的潜艇有没有警告，无论这个160多个小女孩，对吧？他们遇难到底是怎么回事？胡锡进老师还是应该啊，要一视同仁，对吧？都要去交叉验证，要核实它的来源，要用逻辑去判断，对吧？要多渠道、多媒体交叉验证。然后啊，这个伊朗不是选出了这个穆杰塔巴作为最高领袖吗？胡锡进老师又发了个微博啊，大家看一看是什么意思啊？胡锡进老师很有意思啊，他这个逻辑这个时候就不行了，没逻辑了，就是逻辑时而有，时而没有。胡锡进老师说啊，他说伊朗宣布哈梅内伊次子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当选最高领袖，这是一个决绝的选择，是对特朗普的严重冲击，直接打了后者的脸。就这个确实哪跟哪是不挨着，你伊朗人宣布谁当最高领袖，怎么就打了特朗普的脸呢？你这个如果要是能成立的话，那你把这个穆杰塔巴啊再免掉，你再选一次，那就再打特朗普一次脸，对吧？你一天选3回，打他3次脸，对吧？你这3天选10回，那特朗普的脸就打肿了。也就是你选个领导人，怎么就打了特朗普的脸呢？这很有意思啊，就是这个逻辑性在哪里？他说过去几天，伊朗围绕最高领袖选举一直神神秘秘的，因为特朗普明确表示他要伊朗选一个他能接受的新领导人，以色列发誓要猎杀新选出的伊朗最高领袖。很多西方观察人士怀疑伊朗可能会推迟选举，甚至选出来了也秘而不发。秘而不发这可能性比较低啊，你毕竟伊朗你是个国家，你跟那个什么恐怖组织不一样，是吧？你这个国家你说你选了最高领袖出来，你不宣布不告诉人家，伊朗老百姓不知道，伊朗的政府官员也不知道最高领袖是谁，那你这垂帘听政是吗？对吧？这个都完全不符合逻辑啊，这属于胡锡进老师自己画个靶子啊，自己设。可是现在伊朗不仅选出来了，而且高调宣布穆杰塔巴单选，这太强硬了，直接蔑视美以的轰炸和威胁，直接通告世界伊朗将战斗到底。这场战争的最后结局是什么不清楚，但伊朗今天的决定基本埋葬了美以速胜的愿望。伊朗之前有多名领跑的最高领袖候选人，但是与之前强硬路线在象征意义上绑得最紧的，无疑就是穆杰塔巴。他有前最高领袖儿子的出身，其宗教资历，长期担任最高领袖办公室主任的任职，他与革命卫队的深厚关系，以及伊朗专家会议不顾美以的威胁对他的选择，这些都是他至少短期内将继续前最高领袖路线的强烈承诺信号。这个就是胡锡进老师啊，一方面是叫一厢情愿，一方面是对这种啊叫枪杆子里出政权，这88个人在那选举不知道怎么选的啊，肯定没有在一起开会，这个时候还能对吧聚众开会吗？怎么开的会不知道，对吧？怎么选的票，怎么操作的谁也不知道。当然了，这种政权啊，这种政体选谁都有可能，它的特点就是暗箱操作嘛，不透明嘛，对吧？他就是那88个人在一起开会投票，那也是不透明的，那也是暗箱操作，对吧？表面上看形式上是公开，但实际上呢，问题是哈梅内伊的路线就对吗？与文明为敌，对吧？要对抗整个的逊尼派，而且还要对抗以色列，还要对抗美西方。基本上啊，除了正义联盟那几个，伊朗是与世界为敌，这个路线对吗？这是伊朗老百姓的路线吗？这是波斯人的路线吗？是他们能决定的吗？还是哈梅内伊自己的路线，对吧？或者是伊斯兰革命卫的一小撮人的既得利益者的这个路线呢？这胡锡进老师他不管的。
的，对吧？对胡锡进老师来说，总之反美就对了，哎，其他的不重要，对吧？至于伊朗老百姓是死是活，哎，愿意不愿意，至于什么$1能兑换200万里纳尔，那都不要紧，有什么关系啊？对吧？你反美就对了。胡锡进老师最后说啊，他说穆杰塔巴出任新最高领袖，从伊朗这边预示了战争长期化的趋势和可能性，他会让华盛顿更加着急。今天早上传出，特朗普对以色列媒体说，他会在适当时机做出结束伊朗军事行动的最终决定。有人认为啊，这是特朗普被爆炸性攀升的油价惊住了，但特朗普会很快后退，很值得怀疑。这胡锡进老师自己也觉得啊，特朗普说的话不着调。特朗普说这个话的意思啊，他对以色列媒体说这个话，我个人理解啊，实际上他是在给以色列施压。他不是要保内塔尼亚胡吗？他要以色列那个总统要特赦内塔尼亚胡，结果人家以色列总统不鸟他。所以特朗普赌气啊，我认为啊，他是赌气说了这样的，他是对以色列媒体说的嘛，他对吧？你别把我惹急了我，对吧？在适当时机就结束这个军事行动了，让你以色列一个人玩上去，对吧？特朗普的话不着调，不能全信，对吧？也不能不信。穆杰塔巴啊，看他能不能在正义联盟里面找人帮他，但是我看这个可能性非常低，对吧？正义联盟老大也只能口惠而实不至，对吧？给他一些坐标，你给你坐标，你打得着打不着那是还两说啊。然后正义联盟其他的国家呢，基本上都对吧？各打各的算吧。你看巴铁还威胁这个伊朗，那朝鲜那也只能是喊喊口号，骂一骂美帝。那古巴呢？古巴现在是吊着一口气啊，随时也可能变天呢。那你说还有谁呢？所以说这么一个孤立无援的伊朗，你还指望他能干啥？我在上一个节目说了啊，大概1周时间吧，就下一周，这个伊朗的老百姓很有可能坐不住了。哎，我们密切关注啊。毕竟你这个管你是穆杰塔巴还是别的人，你们执行的这个路线是解决不了伊朗老百姓吃饭的问题，对吧？你只会让他越来越穷，越来越难。这明显是一个军事贵族，一个对吧？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小集团绑架了伊朗，把整个对吧8000万伊朗人绑在他们这一小撮人的这个战车上面，他能代表谁呢？胡锡进老师不问问这个？好，这期节目我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